各位同學，你哋有冇聽過代罪羔羊呢個詞語呢？例如考試出貓俾人捉到啦，你個同學呢推咗你出嚟，然後揾你頂罪喎。又或者球隊輸波，求其呢就揾個人出嚟孭鑊。而家呢個社會充滿咗好多唔公平嘅代罪羔羊嘅文化，俗稱替死鬼。但係今日我哋要睇一個完全唔同嘅故事，就係一個願意成為替死鬼代罪羔羊嘅故事。約翰福音1章第29節就記錄咗人類歷史上面最重要嘅一句說話。經文咁樣講：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點解叫羔羊呢？喺舊約時代，當人犯罪嘅時候，就需要帶一隻冇瑕疵嘅羔羊去到聖殿獻祭。冇瑕疵即係完美㗎啦。咁呢一隻嘅羔羊呢，就要代替人承受罪嘅後果，即係死亡。只不過呢一個咁樣嘅動作同埋羊呢，係一個預表，意思即係指向佢哋當時嘅未來，將來真正解決呢件事嘅記號。約翰就喺聖經裏面咁樣講，嗰個真正解決嘅方案，解去罪嘅嚟啦，唔係一隻動物，一隻羊咁簡單，而係上帝嘅兒子，嗰位創造羊嘅主。而佢呢一個主呢，親自成為咗羔羊。試下諗下，當法官自己，佢本來喺法官台，自己呢行咗落嚟審判台，或者犯人席啦，然後代替呢個罪犯接受刑罰。又可以想象下醫生，佢自己承受咗病人嘅病，又或者老師親自承擔學生嘅考試失敗。呢個就係上帝嘅羔羊嘅意思，即係創造宇宙萬物嘅主，代替受造物，即係被造㗎啦，冇罪嘅代替有罪嘅。點解需要咁樣嘅代罪羔羊呢？因為我哋嘅問題唔單止係做錯咗幾件事，而係成個生存存在嘅狀態出咗問題，就好似手機系統有 bug，唔係話補翻整翻幾個 apps 咧就搞得掂㗎，而係需要 restore 重新安裝個系統。因為罪嘅緣故，我哋同上帝嘅關係斷咗，我哋揾唔到生命嘅意義。人類充滿恐懼、焦慮同埋空虛，我哋好可能係成日都好想填補心裏面有一個空咗嘅窿，用成績啦，用 friend 啦、IG 啦，用 like 啦，用各樣嘅娛樂啦，或者唔同嘅去填滿心裏面嘅呢個窿。但係咧，點樣都唔會滿足㗎。耶穌嚟到，佢唔係要修補咁簡單，而係要更新我哋每一個人。佢要除去世人嘅罪孽，唔單止係罪行，更加係罪嘅根源。呢一個罪嘅根源就係讓我哋同上帝隔絕嘅根源啦。經文就有講咗唔同嘅回應。約翰指出咗嗰個係耶穌之後，兩個門徒就跟咗耶穌啦。同埋安德烈咧，遇到耶穌之後就揾佢自己哥哥西門，即係彼得。佢話我哋遇見咗彌賽亞啦，有冇留意呢兩班人嘅回應？佢哋唔係話要做好人，唔係咧要做咩禮儀拜神，而係跟從同埋遇見，因為佢哋認得出呢一位嘅羔羊就係佢哋等咗好耐嘅救主彌賽亞耶穌基督，於是開始咗新嘅生命。耶穌今日仍然都係嗰位上帝嘅羔羊。我哋喺生命當中嗰啲讓我哋覺得內疚羞愧嘅事咧，或者嗰啲讓我哋咧夜媽媽覺得好唔開心嘅事咧，又或者嗰啲
我哋唔敢俾人哋知道嘅軟弱，所有嘅問題耶穌都願意承擔，唔係因為我哋好，唔係因為我哋配得佢咁錫我哋，而係因為耶穌就係愛，佢就係愛我哋每一個，佢唔係要我哋做咗好嘢，而係要我哋嚟到佢面前，因為耶穌已經付咗呢個代價，成為代罪羔羊。而家我哋只需要相信同埋接受就得噶啦，我哋更加唔需要成為完美嘅人，先至可以嚟到上帝嘅面前。因為頭先講到嘅羔羊耶穌代罪羔羊，已經成為咗我哋完美啦。我哋唔需要解決所有問題先信噶，因為耶穌，因為呢個羔羊就係嚟解決我哋解決唔到嘅問題，而我哋唯一要做嘅，就係好似今日經文裏面嘅門徒咁，認出呢位係邊個位呢？然後我哋去跟住佢。今日呢一個上帝嘅羔羊都係揾緊你，揾緊你同揾緊你，要除去我哋生命當中嘅重擔同埋罪孽。你願唔願意讓佢成為你生命嘅主呢？你願唔願意開始跟隨呢一個新嘅生命呢？今日呢一位上帝嘅羔羊都喺度揾緊你。佢要除去你生命當中嘅重擔同埋罪孽，你願意讓佢成為你嘅救主嗎？你願意開始呢一個跟隨耶穌嘅新生命嗎？